想喺日本自駕遊，但又驚唔熟路同交通規則？唔使怕 ，GBA 幫你準備咗超實用攻略，等你可以輕鬆自駕，玩得安心又盡興。駕駛注意事項：日本同香港一樣都係右軚，靠咗行車噶，遵守日本交通規則，市區限速40至60公里，高速公路限速80至100公里。記住唔好超速，斑馬線同學校區一定要讓行人行先，安全最緊要。揸車時千祈唔好用手機，俾人捉到會罰錢噶。行高速公路用 ETC 卡有折扣，記得行 ETC 車道，自動扣錢超方便。市區停車費好貴，最好揾 P 字標誌嘅停車場。郊區停車方便好多，部分景點仲有免費停車場。路邊停車記得睇清楚有冇禁止停車標誌，違泊罰得好重噶。日本加油站多數係自助形式，記住分清楚普通汽油同柴油，唔好入錯油。可以用信用卡或者現金俾錢。導航租車通常有車載 GPS 或者用 Google Map 都得，唔驚蕩失路。緊急狀況，如果撞車或者壞車，即刻聯絡車行同埋打日本緊急電話110或者119。還車流程，還車前記住入滿油，如果唔係會收你好貴嘅入油附加費㗎。還車時職員會檢查架車冇問題就可以完成手續，如果有損壞或者問題，記得提前同車行講清楚。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快啲嚟預訂，開啟你嘅日本自駕之旅。